行转爱走。全部嘅骑士从新意寮一路来到13间落脚吊桥村，下夜张开始，俩骑士存粮数以及作软面团以及腌拍面粉，共创翻生嘅歌。即家用高麻配香碰气孔，面团发酵每夜嘅深度化，燃油面包所有嘅心手全变小，红木手摇。佛沙出盖能命，要用骑士精神留下山上嘅黄金传说。苗栗南庄13间老街上，赶在游客人潮还没出现前，窑烤面包店老板周廷伦得抓紧时间，称重备料，准备要亲手揉出一个一个饱满扎实的面团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天然酵母的老面，蜂蜜。像我们的茶，东方美人茶的茶粉已经在刚刚和在里面了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全部都混合好了。高价的蜂蜜、橄榄油不计成本，啊、大把的加入面团中。讲起面包配方，头头是道。周廷伦揉着面团的手，动作一点也不含糊。不过，其实这双手一开始并不是整日与面包为伍。周廷伦曾是国内通讯业的高阶主管。1974年出生的周廷伦，压根儿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专业的面包师傅。他毕业后进入通讯业，一路高升。2014年被派驻中国深圳，年薪近200万新台币。但事业上的成就却让他看见内心的寂寞。在那边在大陆的时候，平常我们都晚上就会视讯，因为就不像以前，连国际电话很贵，打个国际电话都要节省嘛。那现在网络很发达，尤其我又做网通的，所以我们网络一畅通之后，就天天用视讯嘛。那面对面包，小孩子问说：“爸爸，你可不可以从荧幕里面走出来？”这样，然后爸爸，你还有几个太阳公公会回来？我说啊，还有几个太阳公公会回家这样。有时候听到这个就会蛮感伤的。他可能一个人在中国，在这边的话，他蛮孤单的，因为他对于那个孩子啊，然后亲家人的喜欢比较固定，对，所以当小朋友就是天天跟他视讯的时候说，爸爸能不能从那个镜头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没有，我都知道他都已经心酸了。你还记得小时候都在电脑里面看到爸爸的事情吗？那是什么感觉？你可以跟我讲吗？你想爸爸？想爸爸哦，那怎么办？想爸爸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就跟爸妈借手机跟爸爸视讯。女儿一句句稚嫩的话语，听在周廷伦的耳里，却是万分揪心。回家吧，这样的声音和念头不断呼唤着周廷伦。2015年，他毅然决然放下原本的事业，回到家乡。下一步该怎么走？其实他并没有太多想法。恰好当时妈妈在新竹峨眉12寮风景区开了家窑烤面包店，店里的师傅准备离职，周廷伦就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赶鸭子上架，成了面包师傅。欢迎，这是我们峨眉的黄金传说，我们梦想的起点。来，请进。这边的一花一草一木，甚至包含了桌椅呀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搭建出来的。这是当初我接触到的第一个柴窑，
第一个柴窑，所以说它跟我的感情很深，大概有10年了吧。现在谈起用来烤面包的柴窑，充满着感情。不过当初刚回来时，可吃足了苦头，因为万事起头难。柴窑不容易控制温度及变化的特性，加上原本的面包师傅多多少少留了一手，这对当时面对烘焙还是门外汉的周廷伦来说，真的是一场灾难性的挑战。因为刚开始接触嘛。那事实上，自己的手感啊，然后口感啊，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掌控。那别人做出来的面包跟自己做出来的面包，做出来的面包实际跟客人需求还是有落差，有时候常常也会剩很多啊，或不是客人需要的，面包烤不熟啊，或这样，一大堆就留着，然后就丢掉，喂猪很浪费，对啊。所以那时候心情怎么样？有后悔吗？你这当然是会觉得自己在干什么？对啊，要怎么好好的那个主管不做？因为以前都高阶主管，对啊，然后高阶主管他就看到我怀孕6个月，有一天我想吃泡面，然后就泡面煮一煮这样，他就泡面煮开了之后，他就看着这个泡面说：“我为什么要让我的老婆？”然后还没有出生的女儿过这样的生活，我就其实我就跟他说也没有啊，我是单纯想要吃泡面，他就非常的不舍，就是说我怎么可以让你就是过这样的生活？辛辛苦苦制作的面包拿去喂猪喂鱼，前所未有的挫败让周廷伦变得敏感，情绪紧绷。他不断质问自己，当初为了老婆女儿放弃高薪返乡决定到底对不对？有一阵子我们也蛮低潮的，就刚开始，因为我们那个第一新竹峨眉那边，刚开始其实那边因为那观光区12寮已经有点落寞，那个时候人潮也不多，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知名度，又开在山里面，那事实上每天的那个营运的费用跟收入其实都没有 balance， 都没有办法平衡。虽然同样都是面对客人，可是这个面对是各个不同阶层的客人，那你的身段反而又要更软。那你自己出来的东西，自己没有认知的话，有时候会觉得，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东西别人不喜欢？那姿态没有放下来，那东西就没办法改善。不过再沮丧，日子也得过下去。周廷伦不断提醒自己当初返乡的初衷，同时想起之前曾因为女儿爱吃西点而去学做布朗尼的过程，他不相信自己学不会，也意识到自己始终没放下身段。于是他决定从面包初阶班开始，跨出第一步，花费1年多的时间，扎扎实实一路上到高阶班，终于成了专业的面包职人。因为待会我们要包本地的那个食材，那个九层塔，就罗勒，我外面也有种几颗，都是自己，有时候都用外面自己的，然后摘到没有办法摘的时候，就去跟本地的阿婆买。对啊，我外面那几颗已经被我摘到营养不良了。掌握了制作面包的技巧，周廷伦更发挥自己的理工专长，彻底了解柴窑的特性，让窑烤面包呈现令人惊艳的美味。我们需要去用面包去适应窑的温度，才能制作出好吃的面包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很高温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糖分太高的面包，甚至要无糖的面包。从欧包开始烤，一路温度，随着温度的降低，我就调整面包的糖度。那温度的降低要配合着我们面包在搅拌、在发酵，才能配合到出窑的时间，要互相搭配。终于做出一个个美味又健康的面包，却苦无行销的管道及方法。这时，周廷伦从事教学工作的太太放下身段，用最传统的方式走访各处推销自家面包。看到太太努力，周廷伦是满满的佩服与心疼。可是他是从大公司退下来，
然后对于来说，平常都是面对的就是高阶层的人士，就像我们这种婆婆妈妈有没有？他就会说卖东西为什么订面包不能先付定金？我说这些面包你怎么付定金？你买一颗面包你还要付定金，那很夸张。对，所以我说没有这样的概念，所以从大公司出来的话，就是按照规定来，跟销售是完全是两回事。虽然我说你东西做出来卖不出去，我就出去卖啊，我就走出去到挨家挨户拜访。他就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卑微？不是，当你觉得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时候呢，你说出了每一句话都是很有自信的。对我来说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对我们家产品非常有自信。老板太太很配，对啊，不要配。当初他拉我去乡公所就要卖面包的时候，我就愣在那边。就愣在那边这样说一定要吗？我就把面包放着好了这样。我说不行啊。夫妻俩一个主外，一个主内，一个负责做面包，一个就负责行销开发，彼此互补，又是对方最佳的战友。许多创意与产品也因此诞生。我自己本身是花莲人，然后花莲有一个很有名的产品叫雷古多。就是饼干，它是面包体，然后烤成干干的饼干，然后用奶油跟那个砂糖来去做，它就可以放2个月。然后我就说我们有很好的黑糖啊，然后我们家的那个面包的话都是用橄榄油来做，然后我就转一下，就变成橄榄油再加上黑糖的饼干，酥酥脆脆非常好吃，因为我们家面包体本来就很好吃。或许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。窑烤面包的技术已经成熟，在附近街坊邻居之间也有了口碑。恰好当时台湾吹起了露营风潮，让原本没落的新竹峨眉12寮风景区人潮回笼。周廷伦想要制作不一样的披萨，没想到因为这个点子，完全扭转了窑烤面包店的命运。后来有一个转机，想说披萨都做不出来，又不会做，那有没有可能我用其他的方式来做？比如说用面包的皮来做，结果那个时候反而口感改变，就带动起来披萨来吃披萨的人潮，慢慢的带动起来买面包的人潮，是一步一步这样子，一步一脚印这样走上来。刚出炉，热腾腾的窑烤面包，早就让市户的饕客不远千里闻香下马。先买的是地瓜。地瓜，你们好像不是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喜欢这边面包？因为来这边逛一下以后，就顺便来这个。好像很酥的感觉。对，很酥。要不要来一个？然后有一点来一个啊。水分油，不会太干柴啊。起司味道很浓。还不错。是第一次来这边吗？不是，第2次。因为专程来面包。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吃起来还不错啊，外皮酥脆，然后里面的红豆馅还蛮丰富的。真功夫，好味道，让这里的回头客比例极高。不用刻意行销，大家的口耳相传已经是最好的肯定。看到业绩攀升，让周廷伦终于确定当初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，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。他于是开始思考，透过窑烤面包，他还能传递出什么样的价值？行转爱走。
全部嘅骑士从新尼寮一路来到13间落脚吊桥船，海也张开时，俩骑士存两数，以及作软面团以及腌拍面粉，共创翻生嘅歌。即家用高麻配香碰气孔，面团发酵每夜嘅深度化，燃油面包所有嘅闪手全变少，項目少搖，浮沙除蓋能命，我用騎士精神留下山上嘅黃金傳說。业绩稳定与客人的口碑，让周廷伦吃了一剂定心丸。恰巧这时周妈妈来到苗栗南庄的13间老街，无意间看到现在店面，觉得应该大有可为。那其实这个地点事实上它已经荒废了很久，都没有人看。他就有一天逛街到这边来看到，哎，怎么这边有人堆垃圾啊？旁边又是吊桥，那么棒的地方。总没有好好的利用，那回来跟我商量一下，说有没有兴趣，敢不敢做？我说做啊，我们峨眉这么里面的地方呢都做了，那为什么不试试看？我们就开始，那这家店就开始从设计啊，开始制造啊，包含内部装潢都是我自己画，对我自己想，那我动线怎么走啊？我生产的产品啊，怎么到前台去啊？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。因为我们每一季都会改，会因为季节那个节日的关系，比如过年就画过年的，然后端午节画端午节，情人节画情人节，那每一次都要擦掉重画。所以都是你自己画？都自己画，有时候我老婆也会一起画。决定放手一搏，也要让新店更符合自己的想法和规划。宽敞舒适的空间，营造出欧洲悠闲的氛围。最重要的，柴窑也是处处巧思。我们是用间接加热的方式，用热对流的方式，在这个地方直接生火，在这个地方直接生火。然后呢，烟囱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从这样子过去这个窑区之内，热气在里面循环，然后烟降过来之后，这一个是这边收集剩下余温的另外一个窑区，它只有82度。那这个窑区可以干嘛呢？平常我们可以用来，烤果干，像我们的核桃啊，因为国人喜欢吃熟的，所以核桃也可以拿进来烤。那事实上，如果没有烤这些果干的时候，我也拿来烘木材。我面包烤完之后，隔天用的木材放在这边烘，放在这边烘都可以。那事实上，窑温降下来之后，面包降下来之后，还可以烤一些蛋糕，是这样。那窑不像烤箱这样子可以那么容易控制，所以呢，我们会用窑的温度，比如说它窑温越高，我们会烤一些没有糖的面包，糖分越低的面包在越前面烤，因为不容易烧焦。慢慢温度下来之后，才慢慢有糖的面包再进去。打造出心目中理想的柴窑和店面，周廷伦也越来越确定未来的方向。而当他回头思考自己返乡这件事，除了可以让他照顾到家庭，有没有办法也为故乡尽一份心力呢？于是他开始发想，用在地的客家食材结合面包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家果园产的桶柑。这个橘子树，我们的桶柑是自己果园的橘子树，然后也是我们现在做橘香东方美人的材料。那因为是我们自己要的橘子嘛，要用的橘子，所以它平常都没有在喷洒农药，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漂亮。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的火烧柑嘛，火烧柑。那这种橘子正好符合我们的需求，不会太甜，也不太酸。那刚好我们做橘饼用。要把桶柑这个食材与面包融合，而且还要展现出客家风味。周廷伦想起儿时妈妈做的桶柑酱。
因为橘子皮有精油，有苦涩的味道，所以我们要杀青，就是用开水烫过。烫完之后，我们必须要穿冻，然后那个糖啊、冰糖、麦芽才能够融合在水果里面。然后我们就倒到糖里面去煮了，就这样开始熬，熬到它没有水分。不加一滴水，只用冰糖和麦芽糖熬煮，整整3-4个小时的时间，得不断的搅拌，最后制成了桶干酱，才能成为面包的材料。说起来，这样制作面包不但耗时费工，成本又高，但周庭伦的出发点很简单，就是要推广在地的食材。因为妈妈她会做那个桶干酱，那自己家里又有果园，就是桶干橘子果园。对，那桶干酱又是客家人的特殊的一个料理食材，有桶干饼啊、桶干茶，还有酸干茶啊，这些东西，这是客家人很喜欢的东西，包含柿饼也是一样嘛。那我们就决定用桶干来做一款面包，那配合了当地因为峨眉乡盛产，那个叫做东方美人茶，对，那我们就把这2件事情结合在一起，搭配就做出了一个叫做菊香东方美人的这一款面包。那事实上这款面包也很受欢迎，因为它也没加奶油，就橄榄油、杂粮，然后当地这2个特殊的食材，就很有特色，然后客人也很喜欢。不止新竹峨眉的东方美人茶，周庭伦接下来还要分别利用新竹宝山的黑糖、苗栗南庄的姜黄，推出各种充满客家在地元素的面包，大大颠覆一般人对面包的局限与想法。酵母也用台湾产的白葡萄培养，虽然增加了发酵时的不稳定性，但也为面包增添了不一样的香气。就连披萨也加入了台湾的黑猪肉香肠和高丽菜。这么做无非就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带动在地农业的发展。一般的披萨都是上面的料会比较少，然后它比较重视上面的乳酪啊，一点点乳酪这样子。可是我这边稍微调整过，希望说口味可以再更符合我们台湾的口味这样子，然后可以用更多一点的在地食材，像高丽菜就是在地的食材。有时候我们会对黑猪肉香肠或者黑猪肉片，对，会想到也是一样哦，因为我们常常吃什么德式披萨不是有德式香肠吗？很多那种烟熏的香肠，我想说，都放外国人香肠了，为什么我不能放我们自己本地的香肠呢？周庭伦的手艺加上创意，让面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。他也不断参加比赛，屡屡获奖。不浪费自己的专长，他还架起了网站，开始了网络行销。可是无论行销方式、面包内容怎么变，不变的是周庭伦对食材的初心与坚持。因为现在很多食材都是速成的，那很多速成的东西，很多妈妈会过来说，或是年纪比较大的，我说我吃了面包会胀气啊，干嘛的？那我当然知道会有什么原因嘛。那我也希望说，把这些比较健康的食材导入之后，自然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。对，自然不会发生问题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因为自己家女儿也要吃，自己也要吃，那你总不能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不让小孩子吃吧？那不是有点奇怪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尽量是朝孩子也可以吃，家人也可以自己敢吃的东西来呈现出来给客人。周庭伦的成功模式也给了和他一样的返乡青年最实质的鼓舞。在地的新一代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彼此连结合作。然后现在会跟一些民宿业者啦，或是像温泉业者啦，然后他们做横向的一些连接，甚至于这边的餐厅。那我自己的工作比较特别，就是做视觉引导的课程这部分，然后会结合了店里面的这些资源，然后让我们的学员能够来这边2天1夜，除了学东西之外，然后也吃到我们当地的一些食材。
事实上，当初我们在12寮的时候，也是希望，因为毕竟是比较偏乡，那我们也希望带动当地青年返乡，带动一些就业的环境，包含做面包啊，也可以让当地的青年可以学习啊新的技能啊，这样子。所以说，其实这2家店，我们是以这样的理念来出发的，大家可以互惠，然后促进地方环境。有这样想法的不止周廷伦一个人。现在在13间老街上，处处可以看到崭新的活力与人情，像是来自台中的平面设计师刘英华，在南庄已经定居4年了。他成立的好客在一起工作坊，将创意元素结合客家文化，一个个文创商品正将客家文化带到另一个不同的境界。而在这里还有许多返乡青年，甚至从香港来定居的创业者，一个个的故事正不断堆叠出13间老街的风华与美好。事实上，当初回来13间是看到，13间这个路上面，它没有那么的商业，跟一般的老街不太一样。因为它本身有它自己的底蕴，从日据时代啊，一直延伸到现在。虽然它现在老街的风华不在，但是有一群年轻人在那边努力，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做一些不要那么商业的东西，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东西，比如说懒懒的 DIY 啊，或者是有一些香港来的朋友啊，他们做自己的炒咖啡啊，做铁锅炒咖啡啊，或者是做自己好吃的包子啊这些的，还有黑糖糕啊，那会不一样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愿意留在13间跟他们一起努力，做一个比较不一样、不商业的一条老街，是这样的。那带动一下大家。年轻人返乡创业呢，谈的是对土地、对文化、对家乡的关怀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行销的切入点。那其实这个年轻人呢，他因为返乡创业，所以他在食材的使用上，其实也选择了本地的食材。那他在这个面包制作的工法上面呢，他也突破了传统的这个面包工法，他用这个跟在地更多结合，或是在地更多意象可以做互相辉映的这样子的制作方式哦。其实这都是非常好，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在面包店，不管在面包店的这个制作上面啊，或是陈设上面呢，应该都要凸显这部分的这个重点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因为13间老街哦，本身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在地年轻人返乡。如何把这个在地年轻人返乡的这个氛围哦，跟这个店里面的氛围去做个互相辉映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他行有余力的话，可以跟其他的店家组成一个类似这个老街文化发展协会啊，或是社区发展协会，一起来帮这个13间老街来做行销。回顾过往，展望未来，一猫一狗一家店一家人。尽管这些年还有不少猎人头公司想挖角周廷伦到大公司上班，但此刻他却觉得返乡是他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。家人本来就要在一起啊。哦，爸爸听你们讲这样子，什么感觉？觉得值了吗？眼眶湿啊。听说你是爸爸的什么？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？是爸爸的命。我觉得讲到获得的话，应该是我太太刚刚讲家人凝聚力，我得到更多的时间跟家人相处。对啊，还是我送上学、送下课啊这些的，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几年觉得获得最多的。满满父爱的面包撑起了一家子的幸福，也撑起了对家乡的爱，让这小小山城的客家庄缭绕浓浓的面包香气与爱的味道，也成为最有特色的崭新客家饮食文化。